地铁的辰光，朋友们都听到啊，地铁里头来报站名，一边是普通话，一边是英语。杭州呢有部公交车高头有3语播音了啊，普通话、英语，还有一边蛮发音的杭州话了。欢迎大家乘坐于转会路区中开往五山广场往光阳方向的814路区的公交车。这次马上就要起步了，请大家拉好椅子哦，下一站转会市区。用杭州话报公交站名，搿么车子高头的乘客多哦，蛮新鲜的，蛮发音。814路也是俺杭州头一条用普通话、杭州话、英语3种语言报站名的公交线路。第一次也是坐到，感觉很好玩，很新鲜，好像是味道不对。没有那种老杭州的那种语言，不是很标准。就是那种本地的那种老杭州人去说还是比较好的。就对自己的城市好像没光用的感觉，尽量应该标准。如果不标准的话，外地人好像有点会抽检的意思。乘客们话呢，将车子马上就要起步站，请大家拉好扶手。搿句说话是不是来再口语化一点？比方讲，车子要开站，大家好少扶手拉牢，就要4人的多。不过呢，乘客们也话，公交车用杭州话报站呢，也是绝对支持的。之前呢有调查过的，那么杭州100个小朋友呢，只有9个会话杭州话。城市人口那种增加，杭州的响应呢不好关掉的。因为作为杭州人，杭州话本土化的话，也就是说的话，能更亲近一些吧。报站哦，好像应该多的方向去那个机场，各种公交或者是那个地方去说话，同他们杭州话交流的话，跟我们的杭州方言，就是人家能够多一点我们杭州方言。公交公司方面还话，814路开到的地方都是老城区，像南宋御街、陈王阁、中山北路、老杭州少的比较多，所以才考虑到用杭州话报站名呢，放到这条线路高头。现在呢，乘客的建议呢也了解过在，之后呢会根据站点的相隔距离、路线的走向，考虑了再推广几条杭州话报站名的线路。如果是一些道德的线路啊，把所有站点都用3种语言报站的话，可能会存在就是报站的语音太长，导光会出现报不光，反而就是让普通话、英文些最重要的站，就是因为语速过快的原因而听不清楚。开门时请注意安全，要放头北到了，这样发力不高的，这里客人请大家站好自家随身东西不要打了哦，装好热水的。用杭州话报站的是814路公交车，前天子声音刚刚调试好，一边普通话，一边杭州话，一边英文。这趟车子的路线是往返朝汇路区跟陈王阁，平日主要都是杭州本地人来乘坐这台车子，所以公交公司就带这条线出来，先来试试，看看杭州话报站大家能不能给接受。特别是像我们的下一代，因为下一代啊都是要求说的是普通话交流。伢儿呢，慢慢就把杭州话这个东西已经淡忘的，据说为我啦，已经很普化的，所以因搿里个居民他们需求就是说的，可不可以来到公交高头弄这个一条线路，那么有搿的特色，让我们怀念一下杭州话的搿种感觉。前2天就有的，对，第一次听到公交车高头有这个声音，蛮亲切的，对，就是大家不大听得到，因为现在杭州话我的比较少的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，就是对外地人来，他肯定感到比较新鲜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杭州人嘛，这样听起来好像感觉很有杭州味道。那公交车子高头要听到杭州话报站，可是要追溯到10多年前头，无人售票还没普及的辰光。那个辰光虽然要求售票员都是要讲普通话，不过因为乘客都杭州人居多，所以售票员基本上讲的也都是杭州话语。让村人往里向走啊！哪个来没买票的，主动买票啊，买不成说来滴，就是老的杭州话买票去了，可能有点比较硬抢，那么现在嘛，普通话嘛稍微委婉一点啊。近2年的方言报站，上海就有的，地铁里向、公交高头都能够听了着。终点站九江路中山东1路到了，请配合从后门下车。
片门请当心。对，上海是有的，但是杭州话的话报起来比上海话好像要轻一点那种感觉要嗲一点。欢迎大家呢都来到于五站广场开往朝晖乐区东方向的814路区间公交车，车子马上就要起步了，请大家拉好扶手哦。搿只声音估计熟悉我们阿拉队的也蛮亲切的，就是来自我们的阿拉少啦。我想外地人过来，他肯定最快了解一个城市，肯定这个方言。如果我加上这种语气，就感觉我们这有一个阿姐啊，一个小嫂儿啦，都帮你告诉你东西不要砸了，牙在啥个地方，他就觉得感觉蛮温暖的啊。咁话虽然举了814路一路锤子用了杭州话报站，不过阿拉队听说也有另外些路，特别是到景区的些路，为地铁都有用杭州话语报站的打算。这两天杭州出现了一趟3语报站的公交车814路。有人问了，这3语报站哪3语啊？就是在原来普通话和英语报站的基础上，加上了杭州话啊，用这杭州话来提醒，尤其是这下车的提醒，可以说是很花式、很杭州了啊。贴睡觉到的嘞啊，落车的客人，请你们看看啊，有没有啥东西砸落？奥嫂准备好落车。让台州人去学杭州话有点勉为其难，各位杭州的观众们海涵啊！但是呢，不少新老杭州人都觉得这个形式挺好呀。我们从公交公司了解到，这是6月1号开始试点的一条公交线路，目前是杭州唯一一趟3语播报的公交车。按照普通话、杭州话、英语的顺序播报啊。杭州话呢，作为本地的方言，代表着本地的文化特色，但是讲杭州话的人，目前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少。有人就提出啊，杭州是一座旅游城市，不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还有越来越多的新杭州人生活在这里。公交公司也一直在考虑啊，是不是可以把公交作为传播本地文化的一个媒介，所以有了这方的动议啊。有请演播室的博宏老师，方言报站，您支持吗？用杭州方言来播报公交站名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，它非常的接地气。我们的杭州市民听到了以后，会感觉非常的亲切；外地的游客听到了也会非常的好奇，从中他也可以了解杭州当地的文化。其实这样的一个播报，杭州方言，外地游客听不听得懂并不重要，因为它是3语播报。这样的一个举动，我更多的认为它是方言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。方言是我们一座城市的活化石，也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文脉。但现在遗憾的是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杭州，他不会讲杭州话，只会讲普通话。我担任过杭州话方言大赛的评委，我看到有很多的小孩子从小父母就让他讲普通话，所以他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杭州方言。我们讲普通话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，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地方方言。甚至我认为，我们就应该像保护历史建筑一样的来保护我们的地方方言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对于这样的一些方言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。刚才博宏老师提到了苏州啊，其实包括像上海很多的城市，包括我们浙江省内很多像宁波这样的城市，对于方言的保护都是非常的重视的。我因为初中开始就在外地上学嘛，所以我在外地上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当地的方言啊，因为方言是融入一个城市，特别是外地人融入一个城市非常好的一个载体。了解这个城市的方言，很多时候就懂得了这个城市很多的文化。